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撒母耳记上第12天的共读。今天要请分享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大家平安，同心平安，来祈祷。主爱的天父，这一天开始的透早，愿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为着要学到你的恩典，搁较要因为强读圣经，伫你的话语中间找到你要互阮的启示，会当指示阮应该爱行的路。诚侪阮今仔日一天的帮赞、快乐的源头，会互阮伫所行所做的事顶面，诚侪准绳，无偏离正道。借着陈牧师的喙，要来解说着经文中的内容，互阮搁较明白主你话语中的奥秘，甲主你对阮的期待。求主纪念陈牧师的辛苦。愿安尼祈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们，谢谢。我们从昨天撒母耳记上的第10章，那看见扫罗他被膏为君王，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那有给他清楚的目标，就是要治理百姓，还要救百姓脱离非利士人仇敌的手。那扫罗他也得到上帝的允许和改变，透过3个异象，透过3个这个验证来让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他和一对的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并且上帝也赏赐他有一个新的心，让他为心里面所思所想的事情能够更加的具体。那扫罗也在米斯巴的平原当中3轮的抽签里面被选出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那是万中选一。那撒母耳他也在此颁布了国法，那清楚的来公告扫罗成为君王。那有人来跟随，被感动来跟随，但也有人轻看轻看扫罗。那么今天要继续来看11章就是扫罗他怎么样来奠定他的名声和地位。那我们请分享长老带我们先来读11章的第1节到第4节。第1节，大约1个月后，亚门的拿辖王围攻基列境内的亚比城。亚比人对拿辖说：“跟我们定条约，我们就服侍你。”拿辖说：“要我跟你们定条约，有一个条件，我要把你们每一个人的右眼挖出来，以此侮辱所有的以色列人。”亚比的长老们说：“请宽限我们7天，好派使者到以色列各地区去。如果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我们就向你投降。”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把消息传出去，人民都绝望的痛哭起来。以上。好，谢谢。那在10章的最后1节到11章的第1节中间，有一段说大约过了1个月，那但是在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在现代中文译本有翻出来那所以就是在扫罗登基的1个月，1个月左右，那由亚门的拿辖王亚门王拿辖来围攻基列境内的亚比城那这个亚门人呢是摩押的东北边，那在主前13世纪就已经立国，也跟以色列时间相近。那亚门人跟以色列人有血缘的关系因为他是罗德的后代。那亚门的首都就是今日的安曼。那在士师时期，亚门呢也曾经想要占领以色列的土地但是在士师耶弗他的手下被打败。那到了扫罗的这个时代，可能因为西边有非利士人的威胁，所以亚门人是从东边来入侵以色列。那
亚门王叫拿辖，拿辖的意思就是大蛇。那虽然在这场战役当中拿辖是打败，但是我们还会继续看到拿辖的出现，甚至在到大卫做王的时期，跟大卫都一直有维持一定的关系。那基列雅比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处在的地方，他们亚门人来入侵基列雅比。那这基列雅比的意思就是基列地的雅比，那就是有2个地名组合起来。基列在约旦河东，雅比是基列的主要城市。那在伯善的东南方，约旦河的东边，那是属于马拿西的土地。那马拿西跟以法莲还有便雅悯呢，都是有比较近的血缘关系，因为他们都是拉结的后裔。那亚门人来到了基列雅比已经看起来是大军压境，并且就是手到擒来。那他们就跟亚比人开出条件，要他们投降。那这个条件呢，就是亚比人希望能够有签一个条件，那他们就服侍他。但是拿辖王却说，唯一的条件就是把每个人右眼挖出来。那他的用意就是要来凌辱所有的以色列众人。那亚比的长老呢，他们无计可施，那就提出这个缓兵之计、拖延战术，说给他们7日的时间。那他们派人到全以色列各地区，如果没有人能够救他们，那他们就愿意被挖右眼出来投降亚门人。所以使者就前往到扫罗住的基比亚，那把这个消息也传出去，百姓听到的呢，也都放声大哭。那这个挖出右眼呢，在古代来看呢，是一个残酷的刑罚，也是要让作战的勇士无法瞄准，可以有效的来削减战力。所以古代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有说，古代打仗呢，左眼是要用盾牌来保护，但是右眼呢是要用来攻击，所以他们在瞄准的时候用右眼。如果把右眼挖出来，等于是废了他们的这个军力让他们无法打仗，所以这等于也是断他们的这个后路。那我们再请分享长继续带我们来读第5节到第8节。那时，扫罗刚从田里赶牛回来，他问：“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人人都在哭？”他们就把亚比人传来的消息告诉扫罗。扫罗听到这消息，突然被上帝的灵支配，非常愤怒。他牵出2头牛，把牛砍成碎块，命令使者带这些碎块到以色列各地区去，警告人民说：谁不跟扫罗和撒母耳去打仗，谁的牛就要被砍成这样。上主的震怒使以色列人民害怕，所有的人都同心合意出来应战。扫罗召他们在比色集合，有30万人从以色列来，3万人从犹大来。以上。那基列雅比的长老派人出来到了基比亚，那基比亚就是扫罗的家。那扫罗呢，我们有提到他已经被群众在米斯巴被撒母耳第2次高为王，第1次在拉玛，那撒母耳直接用膏油倒在他头上，只有1对12个人。那米斯巴是所有的以色列的众百姓或是这些的官长面前，那他被抽签抽出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那但是扫罗可见没有继续做君王的工作，他做他父亲事业的工作，到田间赶牛。那他听见为什么人人都在哭，才得知原来亚比被人家霸凌，而且呢可能就会亚门人就要入侵到以色列。所以第6节讲到扫罗他听到这个话就被神的灵催逼。好，那现在中译本说被神的灵支配。那催逼也好，支配也好，那就是上帝的灵，耶和华的灵感动他。那这个感动呢是大发怒气
大发怒气。那这也像是扫罗新约的扫罗为主大发热心一样的意思啊。那所以他就把他的牛牵出了2头，并且把牛砍成碎块，并且叫使者把这些的牛的尸块碎块带到以色列各地去，警告人民说，谁不跟扫罗还有撒母耳去打仗，谁的牛就要被砍成这样啊。所以这里出现了撒母耳，但撒母耳也没有上场去打仗，没有看到。但是扫罗也因为是撒母耳膏他，所以他也把当时他的前一任士师，就是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的名声也搬出来啊。所以扫罗这个像这个大发热心或是被上帝的灵催逼呢，是有功效的。所以上主的震怒，这里讲到说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所以大家看到，如果今天他们不把基列雅比所发生的事情当成是自己的事情，那他们可能就下场就跟这群牛的碎块一样。所以可能本来没有意识到的，现在他们意识到，所以就是同舟共济同岛一命。大家都在同一艘船上，如果今天他们不出来帮助基列雅比，明天他们的下场就跟基列雅比人一样，不仅是被挖出右眼，甚至还要碎尸万段。所以扫罗这样的呼召召集呢，就有30万人从以色列，就是较北的地区，那有3万人是从犹大区来。这时候以色列跟犹大并没有分开，那他们都是同一体的，但他们也不是完全的一体，是在扫罗这一个战争之后，那他们才真的展现出一个一体的国家。好，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以色列的人数和犹大的人数来比较的话呢，以色列是代表大多数哦。好，那他们来到的地方叫做比色，所以从这个地图当中呢，可以看出来。亚门人从首都拉巴来入侵基列雅比，那基列雅比呢，他们就提出投降的计划，但是要被挖右眼，所以他们就缓兵之计，宽限7天，这7天他们就到处走告，然后把这个把这个不幸的消息来讲。那后来来到了基比亚，是扫罗他在这边为他父亲耕田的地方，那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又散布到所有的以色列全境，所以从以色列的全境四面八方，以及从南边来的犹大，有30加3 33万人集结在比色，那他们就要出发前往这个基列雅比，来抵挡从亚门来的军队。那这也是扫罗他把这个2头牛切成块的这个画面，那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个牛的下场，就是以色列如果不团结不合作的下场就会像这样。所以撒母耳和本说他们33万人呢都出来如同一人，那这也是在和本里面才有看到的的翻译，就是他们就是同心同意大家就是同舟共济，一起在同一个一起来面对这样子的灾难和打击。好，那么接着再请分享章带我们来读第11章的第9节到11节。他们对亚比来的使者说：“去告诉你们亚比人，明天中午以前，他们会得到救援。”亚比居民听到这消息非常高兴，对拿辖说：“明天我们投降，你可以随你的意思带我们。”第2天早上，扫罗把他的军队分成3队，天一亮，他们就冲进敌人的营帐，攻击亚门人，直到中午，杀了许多人，还活着的残兵都四散，各自逃命去了。谢谢。
那所以他们这一些33万的大军在扫罗的带领之下，就给亚比人一个好消息，就是明天中午以前他们就会得到救援了，就是他们必得到解救，得到救援。那这些使者就带着这个好消息回去到基列雅比，基列雅比呢，也很高兴的就去向这个拿辖王亚门王拿辖对他说，明天我们就投降，你就可以随你的意思带我们。所以显然基列雅比人呢也是用障眼法，他并没有告诉他们说有大军来支援他们，只有让拿辖王放下他的这个警戒心，那就是让他觉得亚比人他们明天就会投降，但是第二天呢的早上，扫罗的军队呢就集结分成3队，那就冲入了这个比色，那到了这个亚门人的阵营当中，那把亚门人击溃所以早上侵入，中午呢就杀了许多的亚门人，还有很多活着的残兵呢就都四散，那他们就各自逃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门人从拉巴来到了基列雅比，那基比亚的扫罗集结33万的大军，也来到了比色，那告诉基列雅比人，那同时呢就在半天的当中，那他们就来把亚门人打得落花流水。好，那最后12到15节再请分享长老他们来读。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谁说扫罗不该做我们的王？把那些人交出来，我们要杀掉他们。但扫罗说，今天不能处死人，因为今天上主救了以色列。撒母耳对他们说，我们都到吉甲去，在那里重新立扫罗为王。于是他们都到吉甲，在上主面前立扫罗为王，并且献上平安祭。扫罗和所有的以色列人一起庆祝这件大事。以上。好，那这场战役呢，虽然没有看到撒母耳的参与但是在这场战役胜利之后，那撒母耳就出现了。那刚才讲到亚门人被打败的时候呢，和本的形容是说，逃脱的人都分散了，甚至没有2个人同在一起，所以他们真的是被打得很惨，就是连逃命都没有办法2个人一起逃，都只能够四散，鸟兽散，大家各自保命。那在这个战役回来之后，他们就回来对撒母耳说，当初有人说扫罗岂能做我们的王？那就是在第10章的最后一节，10章27节，有一些无赖之辈，有一些匪徒，有一些无用的人，那他们来轻视扫罗，看不起扫罗，因为他扭扭捏捏躲藏起来，那人高马大却躲藏起来，那不看好他。但是现在扫罗一个人呢，他就能够集结33万人。那这背后也并不一定是扫罗他一个人的功劳，因为我们从经文当中有看见，第一个是上帝的灵来催逼扫罗，使他大发怒气。那第二个呢，就是耶和华使百姓都惧怕，所以其实背后呢，在率领在主导，从人来看是扫罗的功劳，但是从撒母耳眼中来看，他看得很清楚，这都是上帝所做的所作和所为那但是这样现在有人就回来来抓这个这个战犯就是当初唱衰扫罗的人是谁呢？把他们交出来吧，因为我们要把他们处死。因为他们就是来羞辱我们的王，我们的王这么能干，这么优秀，能够救基列雅比人的眼睛，还有救他们的命那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忘记提到，就是说在11章
1节到2节的中间呢，好，在死海古卷里面，好，有这样的篇幅，好，记载。好，那这个记载是说到说亚门王压迫迦得和流便，就是在约旦河东的支派，挖他们的右眼，有7000人逃离到基列雅比啊。所以这个是在昆兰古卷里面考古发现的经卷里面有这样的1节的不一样。好，那这一节可能让这个故事好就知道说其实基列雅比呢已经有7000人7000人逃出来了，逃到基列雅比。在约旦河东呢被亚门人欺负呢，有更多的人可能眼睛被挖，然后被亚门王所打败。那所以回过头来，现在扫罗呢，他打败了亚门王，好，也报了他们的仇啊，报了这个迦得还有吕便，就是在约旦河东支派，好，还有包括东马拿西，好，这些支派的命啊，好，所以但是扫罗呢，好，他却不等撒母耳回答。好，这件事情上面呢，撒母耳没有表态，没有说话，反倒是扫罗就取得发言权。扫罗说：“今天不能处死人，因为今天上主救了以色列。”所以可以看见扫罗的宽宏大量，扫罗心胸，但是扫罗并不是一直都这样的宽宏大量，但是可以看见扫罗在上帝的灵催逼之下，那他所做的所说的其实都代表着神哦。所以撒母耳的最后来决定就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到吉甲去，在那里重新立扫罗为王哦。那所以这个等于是扫罗第3次要被膏抹。第一次呢就是在拉玛，好，在他扫罗去找驴子的时候，好，要准备回家的那一天，撒母耳第1次膏他。第2次呢是在米斯巴的平原那里。那是撒母耳召集以色列众人，并且用抽签的方式抽出了扫罗，就膏他为王。那第3次呢，是扫罗他真的用军事来展现他的实力和能力，其实是背后是上帝的帮助。那撒母耳呢邀约大家再一次去聚集，但这次地点呢不一样，这次的地点呢是14节，是在吉甲。吉甲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就在耶利哥城的附近。那说在那里开始新的王国，所以重新立扫罗为王。那和合本是翻成在那里开始新的王国。所以15节他们就到了吉甲，在上主的面前永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那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就在吉甲一起庆祝这件大事，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高兴了。好，那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31章，就是扫罗死了之后，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是在战死，那最后战死是战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好，因为我们会看到扫罗花很长的时间在追杀大卫，但是最后这个扫罗呢，是死在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中，甚至是叫自己的亲信拿兵器的人来把他杀死，等于是一半的自杀。好，但是我们看到在扫罗王死了之后，谁来埋葬他呢？好，那最后来埋葬他的呢是基列雅比的居民哦。好，那他们就勇士，好，那从半夜来到了这个扫罗战死的地方。那因为扫罗的身体和他儿子的身体呢被挂在城墙上哦，所以他们就半夜去把扫罗的尸体还有约拿单的尸体偷回来，带回去到基列雅比，用火焚烧。就是把它火化，然后再用骸骨葬在基列雅比的柳树下，并在那边为扫罗禁食7天了。那所以他们做的目的呢，就是回应在今天11章，因为他们还是非常的感念当初扫罗来解救他们，让他们的右眼能够保住。如果不是扫罗，他们右眼早就不在了，他们早就已经葬在这个亚门人的手下。所以这群基列雅比人呢，还是非常的有情有义啊。好，那这个事迹呢，到撒母耳记下呢，也会
在大卫的传到大卫的耳中哦。好，那我们看见扫罗他的出身是便雅悯支派，好，那是基比亚族。便雅悯支派呢，在4世纪差一点被灭族。好，那后来还好是上帝停止了这个战争，好，让便雅悯支派才又存留下来。那扫罗的外貌是健壮俊美，而且呢，他比所有的以色列人还要高过1个头。那他早期的特质就是非常的勤奋孝顺，替父亲找驴。好，那但是他也可以显出一个孤陋寡闻，就是对属灵的事物欠缺兴趣。他甚至连撒母耳是谁，是神人，是先知，是士师，连听都没听过。那也看到他的谦卑，还有包含着缺乏自信。那这个在谦卑跟缺乏自信的当中呢，可以看见他被撒母耳抬举时的反应。还有呢，他连叔叔问他撒母耳对你说什么话，他也不提。然后他被抽签的时候被抽中的当下，他却躲藏起来。甚至做完以后呢，他仍然下田耕种。好，那可以说他没有娇气，好，但是也可以说他可能逃避或是躲避。那也在今天也看到扫罗王他的宽宏，好，就是他被人家藐视。好，那扫罗虽然保持沉默，好，因为10章的最后一节说扫罗保持沉默，但是1个月后呢，上帝就让扫罗有一个表现的机会，就是亚扪人的入侵。好，所以经过1个月，又经过了7天，那扫罗呢率领了33万大军。33万大军呢，可以说是在旧约当中几乎是第2高的人数了。那比这个更多的人数呢，是在历代志上的12章，大卫他曾经率领34万的大军哦，所以在旧约当中这个军队能够来到这么多，扫罗第一次呼召就有33万大军是非常的不容易不简单。但是呢，在这个大胜利的当中呢，扫罗却完全的不计较，也完全的饶恕，甚至撒母耳呢也给他一个很好的提议，就是让百姓重新来立约，因为他知道百姓当中还是有一些人没有效忠扫罗，看不清扫罗。那透过这样重新立约呢，能够为扫罗打下很好的根基啊。好，那但是这只不过是初期。那上帝给他装备的机会，让扫罗有另外一颗心，成为新的人。那有撒母耳成为他的导师，也有一群跟随他的勇士，并且给他机会，好来建立他的声望。那上帝也让百姓害怕，让33万的大军出来，33万人就如同一人啊。好，所以诗篇144篇，那也提到了，好，上帝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投靠的，他使我的百姓呢伏在我以下。那这也是来写照在扫罗的身上，他如何能够来率领百姓来得胜。好，虽然这首诗篇是大卫的诗篇，好，但是也可以应用在扫罗身上。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扫罗2次被膏为王之后，但却还在做家中的事业。那扫罗在完全没有预备的情形之下，能够召集33万的大军抵挡亚扪，但是我们从撒母耳的眼光来看，知道都是上帝的灵所催逼。还有扫罗在军事的胜利之下，终于得到全体人民的信赖。那他撒母耳分别在拉玛、米斯巴还有吉甲3次来膏扫罗为王，为他来奠定王国稳固的基础。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当有仇敌来攻打我们，或是有仇敌要来残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呼求你你就有垂听。我们寻求你的面，你就向我们来仰脸。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现今的日子当中虽然我们所居住的国家社会或是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台湾这个岛屿上面有受到许多外来的威胁，无论是对岸的军舰，或是这个战机的包围或是侵扰，但是求你赐给我们有坚定的信心，能够来依靠你，
也能够知道上帝你必要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也求你同时也赐福在我们的社会国家当中特别是在于我们的国家的前途命运还有将来能够有清楚的看见也不让仇敌来分化国家全体国民的意识反而是能够如同义人有圣灵的催逼也能够有上帝来的敬畏的心让我们真的愿意先求你的国和你的旨意也能够来让上帝你的祝福继续在台湾 Formosa 这个岛屿上面能够继续为主来做见证为主来发光我们也把我们今天各样的工作各样的服事各样的侍奉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也求主继续健壮我们的身心灵也保守我们的家人家庭以及教会弟兄姐妹都求主来兼顾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分享长老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夏老师平安夏老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平安